请收看咱的新闻。昨日文章讲，偌清德是希特勒迫害在野党，却引起德国在台协会和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发表声明谴责朱立伦的言论。新德市有幼儿园的负责人，也搁一园长拍囡仔互起诉，那行政院通过自动托育服务法草案，将2岁以下托育单独立法。专案有挖入新客坐区间车去到台南车头落车，甲第400万现金的袋仔拼伫车顶，加载有随通报，袋仔有找到回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形容总统赖清德是希特勒迫害在野党，这德国在台协会和以色列驻台办事处拢发表声明，谴责朱立伦的言论，认为讲安尼讲呢是对这大屠杀的罹难者是真无尊敬，而且是无度接受的。行政院也表示讲，检调针对不法来进行调查，和国外针对着特定族群来屠杀，安尼比拼是无适当的。不过朱立伦在今仔搁在呛赖总统独裁化，而且爱外国政府卖替伊讲话。今天赖清德，你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你要记住，你就是在做希特勒做的事情。大罢免引起朝野对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切切用希特勒批评总统赖清德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引起德国在台协会关注。切切报名一面册声明，强烈谴责点名对朱立伦的言论感到失望，强调台湾绝对免甲国家社会主义步情相比。Thank you so much. 以色列驻台办事处也表示，将对纳粹政权暴行加接纳台湾政治情势做不当比较言论感到失望甲烦恼，对大屠杀死难者是真冒犯，而且袂用接受。行政也发出谴责，指检调针对不法调查甲国外对特定种族屠杀无同，完全无法度比如。伤痛不应该被当作攻防的语言。我们认为每个民族或国家曾经经历的历史伤痛，不管是威权统治、殖民统治或者战争的冲突，都有它的特殊性。朱立伦切被针对发言引起争议，回应表示，我国政府并假做迫害民族的榜样。国际社会大家应该共同唾弃的是独裁者，而不是要帮有可能伤害民主、迫害反对党的独裁者讲话，更不应该干预各国的内政。这不仅是触怒了德国相关国家，这恐怕是触犯了欧洲国家的红线。朱立伦强调，安境带可能侵害民主经济的行为，坚持多元开放的政治环境，保障言论自由甲集会结社权利。立委就批评朱立伦身为在野党主席，缺少国际观，应该出面回释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5月7日是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日80周年，总统赖清德代表咱的政府头一届举办纪念活动，引起关注。赖总统表示讲，台湾和欧洲拢捌受到这新极权集团的威胁，根据着这二战的经验，吞论敢若会互软土侵骨，就爱团结，或者侵略者无机会来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罗西亚的时阵，讲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的成果。咱的外交部也批评讲，这中国是想要消灭台湾的主权。From we day to every day。5月7日，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日80周年这天，总统赖清德邀请17个驻台大使出席咱国头一届举办的纪念活动。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罗西亚访问，佮写予罗西亚的官媒，内容讲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予外界解读赖总统甲习近平伫抢二战史观的话语权。总统，你怎么看习近平说台湾回归中国是2战胜利的成果？外交部正式反对习近平的论述，强烈谴责误解历史，想要消灭咱国主权。赖总统接受财经杂志专访的时阵嘛，提起家己是不得已，嘛只好根据反渗透法，甲中国定位做境外敌对势力，目的是要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也有台湾人民会当长久平安。伫欧战胜利日的谈话，赖总统回应历史，提出3大主题，表示台湾甲欧洲拢面对新极权集团的威胁，所以应该做伙团结，守护家园。
二战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与国家，在此时此刻，务必要一起合作，在风险成为危机，危机变成向外扩张的野心前，就紧密团结起来，让侵略者的野心毫无可乘之机。We should also draw our lessons from this experience. It is our duty to ensure that this is never happening again. And upholding the truth is part of this. This means to push back against distor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revisionism, and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在目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时阵，罗总统强调台湾甲世界民主国家徛斗阵，捍卫自由甲和平，展现共同抵御侵略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东区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和家长通报涉嫌苦毒囡仔。3月份停业了后，检警继续介入调查。新竹地检署在今日宣布侦结专案，这省长负责人含省内园长，也个省外的助理教保官有拍囡仔行为，依照违反之校法甲刑法，甲因提起公诉。听到监的声，这幼囝风对三领兄扭起来。这间伫新竹市东区的私立幼稚园，和家长通报讲不当管教涉及苦毒囡仔。新竹地检署初步侦查终结，起诉书指出讲2月中，省外的助理教保官为着要制止4岁囡仔甲教义的佚佗物收起来，伫幼幼班教室扭伊的三领。2月中，伊阁为着要阻挡另外一个囡仔去做共班的，伸手扭伊的头鬃。省长的负责人嘛对囡仔扇喙皮，嘛有拍其他的囡仔不当行为上侪摆。另外，省内的园长除了摕囡仔的手家己扇喙皮，阁逼囡仔册柜罚徛，3个人方认定故意对囡仔犯伤害罪，包括他的师生比他的空间都是违规的。那教育处也一再的裁罚，甚至在去年的时候还叫这个园所的老师呢去上课去做正向管教的辅导，但是呢还是一再的出事。面台指出讲，这间幼稚园进前都有违规的记录，事情比无符合规定，阁用无教保资格的人员做教保服务。对去年底开始已经有400个裁罚记录。虽然讲已经停业，但是民间团体呼吁，苦毒囡仔的事件一直传出来，主管机关应该把相关案例整理，再用正向表达的方式，让第一线教保官知影拄着安怎处理。日本他们也是有这种机构儿虐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有列出来，就是你的正向的方式是什么？如果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负向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为何？民间团体提起讲，家长选幼稚园会当加查敢有违规的记录，另外幼囝若拄着不当对待，有可能会出现奇怪的情形，家长会当加听因讲，加引导，注意囡仔发出的信号，再反映予学校也是主管机关。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今日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2岁以下托育单独立法，重点包括着有关居家托育人员职业的资格，要求这托育机构录影要保存30天，而且要传到地方政府分端。这托育人员若准牵涉苦毒囡仔行为，上重会当罚到60万，也会公布行为人的名声，也个托育机构。最近这几年，真侪件儿童虐待事件，互大家真注意。为开案到幼儿园不当对待，一直上新闻。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为2018年到2025年3月，托育设施甲居家托育人员拢有大幅度成长。行政院初步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法律改提升到专法，针对0至2岁托育规范单独立法，拢总有6章78条，所来要送立法院审议。请卫福部会同相关机关积极建立制度，并整合资源，结合民间参与，发挥对家庭最大的支持力量，与家长携手，共同为孩子打造安全、友善而优质的成长环境。草案5大重点包括提高居家托育人员职业资格，增加保姆记点制，明定托育机构要录影，而且保存30天，团结地方政府的电脑，也甲托育相关人员若是有身心虐待，也是情况重大性骚扰等，相关的当罚代票60万，并公布行为人的姓名加机构名称。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3读通过了之后，那期待是6个月，我们能够把这些执法能够完成。对儿童法草案，托育团体正面看待，不过嘛提醒相关影像的调阅必须要有一定的事情，而且要做好文书甲治安的防护，不可以让影像就是有外流的疑虑，因为这不只是对老师，也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因为那个其实是各自影像的一个孩子生活的一些情况。
现在的管理机制里面会允许，真的是少部分的托育人员，他们可以不断的在违规、辅导改善跟再犯的这个循环里面，其实不能够缺少的是要有一个完善的退场机制。相办真侪县市政府居家托育服务的偏远如基金会建议，相关法条应该落实建立无责任托育人员的退场机制，通确保受托儿童也甲家长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捷运红线，这列车行早起呢，有一台列车对高雄车头出站了后，这车门的玻璃是熊熊落落来，加在是无去牵到人。高雄捷运呢，虽安排乘客换坐后一班车，大约有250人受到影响。捷运公司表示讲，逐工发车进程拢有做检查，今麦因会全面性预防检修，也要求原厂爱派人来了解。发生意外，高雄捷运车厢登去维修厂，大门玻璃落无去的所在，已经用铁布先搭起来。车别早起7点外，红线这台列车对高雄车头站开出站无偌久，车门的一块玻璃就规片落落来飞出去，加载无造成人员受伤。高捷接到通报，赶紧派站长上车了解。马里生态分区站安排250几个民众坐后一班车，不少民众看到这车门玻璃飞起的画面，拢感觉实在是伤害嘛。在香港从没发生过。很遗憾，从没听过。那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有点夸张。这如果是在运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很危险，可怕，而且小朋友在应该也会打到他们吧。通车17年的高捷头届发生车门玻璃飞起的意外，那民众感觉喊过，就连高捷也想无是安怎发生的。高捷表示，目前是排除人为甲外力的因素，初步研判可能是固定玻璃塑胶皮啊老化造成的。不过因为车门玻璃是永久固定式的，不是消磨品，因要向原厂反映，原厂也讲，目前国外也不发生这款情形。我们今天晚上也会针对现在全线所有的列车来进行这一个全面的检修。那目前场内的列车都已经检修完毕，目前在场内的列车是没有相同的现象。那预计在今天晚上会完成所有车队的检修。高捷表示，每一台车逐工发车进程拢会先做检查，亲像玻璃落去的这台车，所有检查拢正常。另外，还阁等原厂排时间派人来检查，即卖会先甲规片车门拆落来保全状况，换一块新的车门倒起来，互列车先正常载客。记者柯家如张雄高雄场报道。你一定袂早，佫落百万伫咧坐车吼。这昨暗呢，有一个越南乘客坐区间车到台南车头了后，人就落车，伊就甲第400万现金的袋仔拼伫咧车顶头，加在有随通报袋仔有找到转来，也因为早遮尔侪现金，这铁路警察会去了解这钱的用途，也佫有来源。黑色袋仔把握好，代替人员唔敢带去，因为内底装差不多400万。代替切暗时，有一个公司做就在买卖越南籍姓胡查甫人，为代替中州站坐区间车上班，伫台南站落车的时阵，未记将政府钱的袋仔摕走，锁留伫车厢内底。埔民遂至台铁台南站服务台，请求台铁人员协助。经台铁列车长于车厢间寻获与民众描述特征相符之提袋。今天晚上8点，狮子会到入境所先做笔录之后，确认狮子无误之后，我们会将这个400万的遗失品，我们会交还给旅客。起初透过亲人甲警方联络，车别暗时去警局说明考虑安全问题，已经升送去新兴站，由警方甲铁警共同清点。不管伫车站，因为金额伤过大。除了调监视器确认失主的身份，也要调查清楚钱的来源。资金的来源可能是涉及洗钱防治法，或者是实际的使用用途，这是我们查证的那个主要的内容。这样侪现金落地的大众运输顶悬，毋是头一摆。自2019年政治费达明文也捌将300万现金落地高铁，因为这是台铁史上上大一笔的旅客维持现金案。为设置铁路警察表示，后续查证失主广泛，确保是毋是牵涉设置等不法所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大春这300年历史的关键古镇梧桐宫，初七下晡呢，有民众举刀啊冲入去庙内面，迫害新尊有27尊受伤。警方表示，讲这位姓陈的嫌犯已情绪不稳定，是这卫生局追踪关怀的精神病人。专案依照毁损罪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监视器翕到一位伫安全帽的查甫人冲入去庙内，先甲香炉引倒，才阁跳起伫神道顶举刀啊迫害新尊。
中华关定古迹梧桐宫初七下晡发生民众情绪失控，举刀啊冲入去庙内破坏事件，警方接到通报，遂赶去现场压制嫌犯。经员警到场了解，全姓涉嫌人骑机车至该公庙，因不明原因毁损神像，由庙方主委现场向警方表明提出毁损告诉后，警方宣告权利后逮捕代反所侦办。根据庙方的统计，拢总有27尊神像受到破坏，有的神尊拢有100-200年的历史。庙方宣布庙门关3日，全力处理修复的工课，谢绝媒体采访。嘛因为受损的神像毋是指定古物，无适用文书法的法则。那无，伊就是一般民俗的程序来处理这件代志，就是恢复原状或者是损害赔偿的问题。伫神事可能会有毁损罪甲亵渎庙宇的问题哦。这个部分就是阮爱去看伊是毋是有精神障碍的状况。讲话还是表情、胃口种种各方面拢会当观察到，讲这个人是毋是有需要看医生，千万唔通歹势讲，还是讲病院行袂入来，无治疗，随时拢会发生一寡事故，对社会迄个伤害是真大。警方表示，这位69年次姓陈的嫌犯情绪无稳定，是卫生局追踪关怀的精神病人，已经配合检方的调查，先协助就医，专案依照毁损罪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南的资源回收量一直在增加，着民众反映讲，这粪扫都已经弹出去啊，回收车还未到位，即期这收运的量能敢是无够咧。环保局表示讲，疫情过后，这回收量提悬一声歌，目前有加派回收车，也正在研究分工分类的收运方式。不过，伊也强调讲，对源头减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人踮路边排队等粪扫车，后壁有资源回收车接入来。不过像安尼情形，并不是逐区拢同款。但是近来有民众反映，台湾粪扫煞等无回收车。根据了解，是因路资源回收量上大，车载甲地满，爱先等于回收场倒，兼派车过来载。有民代认为，即摆回收车一礼拜敢若收2天，一个还得满，建议环保局爱做调整。为什么迄时间来啊？毋是跟保险车同款的时间，搁一趟来啊？等足久的呢。按个回收的足少，拢常常因为回收的物件较济嘛，然后要等拢足无方便的啊。你去甲伊增加伊一礼拜收的日数，譬如讲为2天变3天，还是甚至变4天，安尼就当解决这个资源回收车对袂到一般的垃圾车的这个问题啊。环保局表示，一台回收车平均载400-500公斤的回收量，对疫情了后，外送参网络买物件的人愈来愈多。特殊资源回收粪扫量对2020年549139公吨，到2024年606741公吨，总量增加超过1成。目前伫历史收运的辅助点已经增加1天的回收时间，嘛有咧研拟看敢要调整做分工分类。回收安排这个车辆在做接驳，大概一部接驳车辆大概会分成大概3-4个线来进行接驳。那此外，我们在日间辅助点的部分，就礼拜1到礼拜6，现在有12个区队在示范。日间辅助点会去挑选其中一天，垃圾车会跟着回收车，来疏解我们这些回收量比较多的一些路线的。若要增加回收的日数，环保局表示，这需要人工甲车辆短时间内佫无法度实施。环保局嘛强调，若要解决这个问题，源头减量才是重点。目前伊嘛有咧撒环保外送，鼓励业者使用循环容器。到大约127间餐饮店加加入，希望透过制度化来减少废弃物。记者曹大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印度军方进前用飞弹攻击巴基斯坦和巴西的克什米尔。这巴基斯坦军方随伫咧边境发动攻击，讲有甲5架印度的这个战机击落来。西方的分析家是认为讲情势有加悬的危险，各国也呼吁这两个国家上好是拄好就好。这是印度军方上新公布的画面，显示印度空军战机以飞弹攻击巴基斯坦和巴国控制克什米尔境内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但是巴国除了颠倒指控印度攻击平民社区，造成至少26个人死亡、46个人受伤以外，因加登港在边界发动轰炸，做出反击。ये वो बुज़दिल दुश्मन है जो निहत्ते इंसानों पर वार करके खुद को ताकतवर समझता है, लेकिन कल रात हमने साबित कर दिया कि अल्लाह ताला के फजल करम से पाकिस्तान अपने दिफा में मुंह तोड़ जवाब देना जानता है।
根据印度军方的讲法，巴基斯坦的边界轰炸是造成15个人死亡，43个人受伤。另外，土耳其通讯社因巴基斯坦军方的消息，讲18国伫空战内面，甲5架印度的战机拍落来，包括3架法国制的标风战机，佮有俄罗斯制1架 Su-30和1架美架29。不过，印度方面也无对这做出任何反应，但是双方拢安尼一直出手，互各界烦恼讲冲突有可能会扩大。Because if India attacks terrorist camps or what it believes are terrorist camps, and Pakistan, say, responds by attacking Indian military targets, even if it's the bases from which those missiles and airstrikes came from, and then India attacks Pakistani military facilities, you can see how this could quickly move us up the threshold of conflict. 卡达半岛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讲，除了轰炸，印巴两军嘛沿克什米尔控制线，互相以小型的武器来射击。另外一方面，除了各主要国家和印巴自我克制，有印度的分析家认为讲，巴国的反击是为了要拼一个民主。互相开战的状况，落尾嘛是安尼就刷去。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后礼拜要访问中东地区，而且宣布美国呢要把这波斯湾改名做阿拉伯湾。另外，美国的迪士尼初七宣布要伫咧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阿苏岛打造一个全新的主题乐园度假村，这也是迪士尼伫咧全世界第7个度假园区。Today, we celebrate another thrilling moment, the creation of a spectacular new Disney theme park resort coming to Abu Dhabi. 迪士尼设备公布财报，同时宣布新主题乐园计划。这主题乐园度假村会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的亚斯岛。迪士尼甲真高用定正式互动科技阿联企业米拉尔集团共同打造。阿布达比观光部甲米拉尔指出，新乐园会结合互动科技精华，为跨世代呈现放眼未来娱乐形态。As a place where heritage meets innovation, a place where we preserve our past while designing the future. 人口250万的亚斯岛是阿布达比的观光娱乐园区，目前真侪乐园有华纳兄弟主题乐园、汉阳世界、法拉第世界等等。2023年去亚斯岛的人次都有3400万。新主题乐园的开幕时间还未确定，为设计到时间超过要用5到8年的时间。美国用娱乐休闲产业进军阿拉伯世界时阵，在国际外交舞台有新的动作。美国总统川普按星13访问中东，计划宣布正式将波斯湾改名做阿拉伯湾。美联社伫7日引用无出名官员的话表示，这项消息，初次伫白宫办公室，川普也间接证实这个计划。When you start referring to the Persian Gulf as the Arabian Gulf, are you going to make that announcement on your trip? They're going to ask me about that when I get there, and I'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伊朗伫古代波斯帝国的境内，波斯湾的名字为罗马时代就开始用。16世纪，大家拢知影有地理标志的历史意涵。阿拉伯国家长期也想要改变这片海域的地理名字，啊，不过遭到伊朗反对。2011年，伊朗也捌威胁控告谷歌公司，无伫所谓地图标示波斯湾。目前美国版地图伫波斯湾了后标示阿拉伯湾，这改名消息引起伊朗政府反对，是毋是影响美国甲伊朗的核协议谈判进度？爱国观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讲到美国和中国呢，要伫咧瑞士日内瓦进行关税贸易谈判，川也讲车杯会公布和某一国达成重大的贸易协议，外界拢伫咧摇，这将有可能就是英国。另外，关税造成通货膨胀风险抢悬，经济问题是真歹暗算。美国联准会也拍算讲会来继续维持利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拜六要伫中立国瑞士日内瓦会见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程两国互相确定关税已经超过100%。贝森特形容那亲像达到贸易禁运的程度。这个谈判主要目的是要降温缓和局面，不是快速达成重大协议。目前双方对向先开喙要约谈判讲法无共，那川普嘛无改变强硬的立场。Are you open to pulling back your tariffs in order to get Chin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No. Well,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 many exemptions that nobody knows what it's doing. We have to make it very simple, but I'll take a look at it. It is time for China to graduate from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y are a large, important economy, and they should no longer be granted the status of a developing economy.
川普另外伫家己的社区媒体预告，初八要宣布甲某一个真受尊敬的大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对象到底讲英国。美国联准会初七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主席鲍尔指出，若做高关税取消落去，可能会升关通膨、拖退经济、增加失业率，所以必须爱搁观察。伫北京政策明确进前，未随便降利息。美国商务部初七搁证实要撤销拜登政府时期限制先进人工智慧晶片出口的措施，改用更较简单的规则控管海外晶片流通，表示这会激发美国的创新力，确保美国伫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消息一日出来，辉达等科技公司的股价随起。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财政部伫今日公布海关进出口的统计，这总计出口美金486.6亿，若进口呢也有美金414.6亿，拢是有史以来高一个月新高。财政部是认为讲，主要原因是因为关税政策有时间春秋，而且这半导体产业需求大，客户有伫咧传货，才会着急的出货。精密的工业电脑零件经过加工制造，即马伫美国总统川普政策影响之下，出口订单一大部分加速急单。工业电脑大厂威典，美国市场营收比重就占39-35%。即马美国半导体关税特别宣布，厂商是赶咧出货。我们的客人目前的反应大概都是把之前原来在 Q3 要出的货，尽量希望能在 Q2 把它出了。那 Q3 现在的需求，说实话，以美国客人来讲，稍微比较观望。那我们也持续跟客人做充分的沟通。目前这关税缓冲期，厂商评估有希望因为极端效应甲提早出货带动整季营收动能，单季出货成长差不多1到2成。不过面对半导体关税，也佫有汇率双面夹杀，厂商唔敢担心。同款状况唔是单一个限，财政部公布4月进出口486.6亿美金，是历年单月第一关。4月份的出超是72.1亿美元。客户端的积极备货，4月份的出口比上年同月增加112.1亿美元。财政部分析，主要出口货品也是甲人工智慧相机关联上大，自通信产品出口188亿美金，是历年单月新高。半导体相关设备进口也有414.6亿美金，同款创历年单月第二高。不过国际货运方面，所因为美中之间高关税竞争，相比货运量减少真多。根据货柜追踪服务业者资料显示，为中国运向美国27艘货柜订单量大到45%，包含囡仔用品、运动器材、生活杂货，全部受影响。确实，我们看到从大陆出来的电商货是有减少，那幅度也不能说不大。美国还是有豁免的一些产品，当然我们也还持续在关注整个大陆出口的一个状况。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货机做一些调整。国际局势变动大，航商爱扭力调配营运策略。口罩之关税缓冲期结束了后，国际产业链也可能定做外界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部门逼出间谍案，为着要补破网，这法务部调查局提出公务员中型查核的精进方案，加1328职务列入去查核范围，上近5月底要来施行。若讲到这个范围，敢有包含着立委的人事行政总处就表示讲，以公务员体系为主，若准备扩大到民意代表，甚至是助理，这就牵涉到其他法律的修正啊。总统府外交部少年发生强谍案，看出公务人员的中型查核机制有漏洞。行政长杜英台指示，要强化各项机制。法务部调查局提出公务人员中型查核精进方案，以范围、内容、次数3大方向调整，拢总有1328个职务纳入查核的范围。查核内容嘛纳入财务状况、亲密状况，像讲健保署前主任秘书叶芳明涉嫌偷拍政府高层告诉予中国，根据调查法会当主动提列。健保署的主任秘书，那目前的确是没有在那个范围之内啊，目前是没有在范围之内。不过我们根据这个特殊查核的办法，我们是可以由各单位，他经过实际的盘点之后，发觉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他可以主动提列。公务员应过任用前的查核，任用的时阵无进一步查核，这部分原来保持。新版的查核办法已经完备，上近5月底正式上路。不过是不是扩大适用立委民代嘛引起关心。
因为我们目前特查办法的对象是以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这个体系为主，那如果要再扩大到类似像刚才您提到像民意代表或者民意代表的助理等等这边，那可能要涉及到另外需要有个法律的基础来做处理。那是立委去中国立馆，那被联合地立法院真侪解封杀民进党的提案。不过对于公务人员去中国立馆的部分，行政院表示，因为牵涉到修法，要跟立委会讨论。公务员附中纳管的部分哈，因为现行的制度有一些疏漏的地方，好，那我们会把它补正起来。行政机关它的重要性是非常的优先于其他机关的，因为这些行政机关，你不管是在跟安全相关、情报相关、军事相关的人员，它是直接使用这些机密的资讯。前国民党立委黄文杰甲原住民团体到中国云南民族大学交流，合聘客座教授是不是触法？立委会表示，东华大学是国立学校，但是黄文杰有兼任行政职，都当作是公务员，会去确认伊伫学校的正式职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5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这第2阶段人数已经上行了。其中市卡心的罢免人数呢，有41867分，达成率是175%，目前排伫咧全国第一。那台南罢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王定宇的造假案件，因为牵涉到伪造文书、违反告诉法，检方甲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委等11个人起诉。全台罢免人数持续地进行，目前拢总有35个泛蓝立委、15个民进党立委进入2阶段，并陆续地上行。这被透早罢免赖士宝、王芳美，还有市卡心等团体到2阶段人数数，其中市卡心案伫选委会清点前已达成率175%，将败全国的头名。其实我们实际收到的比这个多，我们收到的41867份，是178%，因为后来造册来不及，所以留了这个600份做这个备份。市卡心回应尊重，讲家己一定会赢，只是国家罢免赖士宝的34040分，王芳美的45818分。即马台北市5个哪位罢免案已经全部完成上架。该来的总是要来哈，我们很多位委员也都做好准备啊，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会全力的来在这个3阶的部分来赢得我们选民对我们的支持。台北市国民党的5位立法委员，我们一定会共同努力并肩作战。伫新北罢免哪位洪明凯甲廖先祥的团体，嘛选伫同一天上架。经过团队造册，廖先祥案达到36744分，洪明凯案有54888分，件数是全国上济。洪孟凯是全国第1高票当选的立法委员。所以他值得全国第1多的连署数，看得出来罢免团体的用心，但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把关以及监督现在的政府，这才是现在台湾主流民意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洪明凯发讲要正面迎战，伫罢免立委部分，台南地检署侦办林俊宪甲王定宇的罢免案，针对涉嫌伪造文书侦查终结。检方起诉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委曾占奎等11个人，另外37个党工也有亲友等人，因为涉嫌协助抄写、伪造名册，得到原起诉的处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宣布，伫咧年底进前呢，按算全国会搁再增加1700多台过路人专用的号志。为了要增加地方政府设号志的意愿，那阵表现好的县市会有奖励。路口红灯的号志还未换市顶进前，过路人会当通行的小市人的灯号升光。过去人车灯号是公布切换，但这个路口提早4秒，让过路人先行，降低人车的冲突。行人先走的方式，这样子车也不用等太久，然后就是感觉也不会说有人真的要硬转的时候，那个会有点危险。大的话，你如果设计这样，我觉得是很好的。它如果是小的那个路口的话，你设这样子，行人先走，每一次都塞车。另外，过路人专用时尚是高车路靠所有车禁行，过路人会当对角线行过去。目前过路人专用时尚和过路人早开时尚的路口，全台湾已经有6000多个所在。交通部表年底进前增设1700多个，佮提供奖励。奖励的部分就是前2名的县市，一个15万，一个10万，诱因大吗？这个只是针对说，如果你可以增加的数字多的话，我们给他一个奖励的机制。车辆要右转，根本转不过去啊。斑马线都有人在走啊，你应该要是
更强有力一点啊！好啊，你要求县市政府。交通部强调，为着要改善车路的环境，是提出道安3件，包括改善路口斑马线的照明，推动汽车隔热纸透光度的管理，扩大斑马线和车辆停止线的距离，拢会对法制化的方向来约束。另外，最近台票一直起，交通部嘛讲可能影响到咱国的观光市场，观光署密切注意，无排除提出补助措施。观光署现在先很细致的去了解到目前数据的变化，例如说国外旅客来台旅游的人数有没有突然降下来？好，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赶快去拟定方案来协助我们的业者。交通部研判会有2个层面的影响，除了出国变俗的影响国力，更会烦恼国外旅客因为消费变贵减少来台湾，会较建议定方案来帮助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今年超过龄社会老大人有交通需求，也着爱兼顾着安全。着民间团体和学者呼吁讲，包括高龄者每3年换驾照和认知测验等等，应该由政府来专业补助，才搁再或者老大人去上驾训课。早起9点外，台大病院外口的中山南路和中德路口车就真多。行人的青红灯一个变青灯是干那48秒通好行。对部分老大人来讲是有淡薄压力，稍微慢一点啦。我们老人就是希望时间长一点啦。当然时间长一点比较对我们老人家比较好。这伙人要死过去是要安怎安全有尊严搁里边？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是建议讲，把这伙人的移动权明文写入老人福利法的修法，而且由中央当年编预算推动相关规划。大众交通工具的低底盘公车的涵盖率，第二个是偏乡的即时反应式的公车，应该都要一并的处理。这回驾驶比例增加，生理机能退化。这几年不是有这回驾驶出车祸，联盟甲学者是用换驾照做例，会当引进阶段性的认知测验，由政府专业补助，互因搁去上驾训课。我们现在的运输系统交通又非常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复杂，在他们换照之前，我们有没有可能其实就让他们去上这个驾训的课程？交通部的代表表示，这伙人换驾照，大家国家管理年岁角度无同。台湾是规定75岁了后3年换一届，嘛已经讨论真济。民团提建议，会甲公路总局看办事调整检讨。也若移动权的保障是一直有咧改善。不过，嘛会阁看要安怎做，会当更较周至。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劳动部顶一日已过修法草案，拍算要开放伫台湾毕业的侨生去赛客运，也会当做其他产业中介技术的工作。原本是6月底要来施行，即马因为各界有意见，慢车来推动。不过，交通部长今日表示，也是希望进一步研究开放。个客运豆豆啊，驶入转运站，准备载人客。公路市区客运司机工时长，若是伫市区交通更较复杂，载人客压力越大。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的统计，公路市区客运欠工大约2000多人。劳动部顶一日预告要修法，互毕业的侨生通做6种中介技术的工作，其中包括客运的驾驶。客运业者是表示讲，若是侨生通加入，确实通互大欠工的问题小可改善。未来若政府开放，业者愿意合作建立辅导机制。无一定会当解决完全的问题啊，但是总是一个管道。台湾读册的时阵总嘛有读几啊档啊，基本上沟通应该是无问题啦。啊，业者这边公司这边嘛会做一个辅导。不过，劳动部的动力发展署表示，伫草案预告期间，外界对这6种工课政策有侪建议，所以决定慢车进行，要重新评估。原本按算修法了后，6月底实施来应应客运驾驶欠工的问题，即马向法庭。交通部长陈世凯拜时表示，要是希望未来通进一步建议，找出解决客运司机欠工的办法。那侨外生的部分，当然劳动部它有整体的考量，不是只有我们交通部的这个驾驶的部分，可能还有其他的考量。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件事能够往前推进，因为我们确实在客运业者大家都跟我们反映说这个驾驶员不够，那希望可以透过侨外生的模式能够来协助。第3月底修法草案预告进前，交通部公路局也预告，若是修法通过，通补大约600个客运驾驶的课。业者是表示讲，新办就大约欠800-900个客运驾驶，希望未来真正通加一种管道吸引人才投入。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
来看苗栗通宵白沙屯妈祖进香，今仔是来到第7天。今早起呢是对这彰化溪湖的糖厂起价了后，早起经过各间学校中道站晓伫咧彰化市的正德高中，这沿路香灯卡含信众有上万人对咧行。虽然这白沙屯妈行的路线无固定，不过台中的信众呢已经穿好这香碗道，要来供养妈祖的圣驾。不过这白沙屯妈呢，今暗时是自驾伫咧彰化市。来！白沙屯妈祖会团沿路信徒对安，特别早起到彰化秀水乡，专求为一对母女暂停的加持。花莲人抱查某囝祈求妈祖保庇，原来查某囝已经4岁，暗过要不要公会？祈求我的小孩赶快讲话。怎样？他已经4岁了，然后语言上还是迟缓。对。然后刚好看到妈祖有没有停下来？有没有？有。然后帮忙，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有，很感动。上万的乡亲家甲信众对咧行，队伍是几啊公里，经过学校附近，师生沿路大花，妈祖也好亲像听到啊。校区为师生祈福，规个早起经过彰化第19线彰化路沿路的保险国小、民政国小、甲秀水高工等学校，互学生是真欢喜。关注下晡到彰化市区，沿路也是信众去甲10通通，不过因为天气伤过热，有乡邻卡体力不够送医，好在才无要紧。虽然白沙屯妈祖路线不一定，不过台中市信众早就准备好。点我就来排啊，1点多，中午1点多就来了。那要等他过去啊？不一定啦，那时间。对呀，会他不固定的黑了啊。根据以前的路线，妈祖乱桥出彰化市区了后，就会沿单一线进入到台中市。不过什么时阵会进入台中市？庙方表示爱看实际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博物馆协会今年头一届推动国际故宫博物馆日的活动，全球有27个国家260个故宫入选。台湾唯一有入选的历史建筑就是新北市的淡水，日本时代画家木下静崖较早所住的所在。这栋建筑物上无有100年的历史，若这木下静崖真够为水坝加菜等等，也是日本时代官方美术展、台湾美术展览会的推动者之一，对台湾的画家林玉山、桂雪湖等等，拢有真大影响。这个建筑大概是1900年的时候盖的，那是一位日本画家木下静崖先生他居住的地方。日本时代的画家木下静崖自1923年开始住伫遮23年，伊真够画水墨含加菜画等等，伫咧台湾生活的时画真侪日本时代淡水的景致。这栋100多年历史的建物，伫咧2010年订立做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今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头届推动国际故宫博物馆日，全球有27个国家260个故宫入选，其中伫台湾唯一有入选的，就是木下静崖的旧厝。大概来选，拢会选有政治人物啦，吼，或者是讲较有名的商人啦。感觉讲，因为阮淡水是一个有艺术、有迄种艺术氛围真大的所在，所以讲以阮淡水地方的特色，甲阮为阮淡水的画家的迄种故事来选。这栋用砖啊架起的2层楼西洋风格的老瓦厝，木下静崖甲号主姓挂庄，已经注重淡水的地方建设，捌做过淡水家协议员。伫咧美术方面，嘛是官方美术展、台湾美术展览会的推动者之一。伊嘛捌做过台展的审查委员，伊鼓励台湾人用写实的方式来创作，对真侪台湾的艺术家，比如林玉山、桂雪湖等等，拢有真大影响。因为咱台湾岛伊的风土啊、民情啊，这自然风光是拢含日本无共款。所以因是期待讲，咱台湾会使创造出来咱家己的一个美术的特色就对啊。目前，这栋历史建物由新北市淡水国际博物馆负责管理。故宫内底有展览来介绍木下静崖一生，各无疑伊英国画图的所在等等。官方希望透过这个建物，也有历史文献，互民众了解木下静崖伫咧台湾生活过的脚迹甲贡献。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
嘉义水上的北回国小5年前转型做实验小学，为了要培养学生囡仔的创意，学校对1年到6年拢规划这查角加 AI 学习课程。今年就学生利用这查角零件做实验，伫个课程当中摕到生活加应用科学的第1名。用查角的镜头零件来检查布的反光状况，要透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什么物件摕来洗衫效果上好。我们在实验中，我们可以知道白醋的清洁能力比较好，但是在家里洗衣机里面如果加白醋的话，这样会坏掉，所以还是市售洗衣机会比较好。学生实验用的物件原本是控制查角的一个零件，学生发挥创意，结合生活中发现的问题，互因用7套米的零件，伫科学比赛当中摕到好成绩。这个原本的功能是为了侦测颜色，但后来我们改成侦测衣服的脏度。摕来算的乐高，我拿来做实验，参加科展第1名。学校表示，学生为1年开始，就会配合查角甲 AI 的教材来上课，希望培养囡仔唔但有创意，嘛有动手做的能力。这几年，老师也带我们参加很多不同的比赛，都拿到不错的成绩。咱遮改做实验小学了吼，阮主要是以2种，一个是天文，一个是咱讲的 AI 吼，所以会当透过这个带给孩子们更不一样的一个对未来数据的一个运用。校长讲，北回国小转型做实验小学了后，推动天文甲 AI 的知识课程，配合查角的教材。互囡仔伫算的过程中，唔但培养兴趣，嘛提升家己对学习的自信。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母亲节就特别到啊，这老人福利关怀协会特别邀请50位士大来到大卖场拣需要的生活用品。协会讲，这个邀请的士大有的是独居，有的是行动不方便，甚至有士大已经有2年唔捌出门啊。这种应该蛮适合坐在屁股下面。这一种。84岁独居的陈阿伯特别提示的遗嘱啊，要互来找伊开讲的朋友坐。阿伯讲，伊牵手过身，加上行动无方便，身躯有病痛，互伊感觉真郁卒，已经有2冬唔捌出门啊。即届伫咧母亲节进前，老人福利关怀协会特别邀请50位的士大去到大卖场，提供因逐人3000块的扣打，互因买需要的生活用品。7、8个啦，啊，即嘛早甲创我一个，拢是老阿嬷较侪。有阵都来阮兜啊，咧开讲啦、啉茶啦，所以每疑点互因坐。来参加活动的士大，大部分拢是独居，也是较弱势的士大。有实际的里长带14位的士大来到大卖场选生活用品，希望趁即个的机会，带因出门交朋友，拍一寡日头。像这个阿嬷就是行动无方便的，啊，搁有迄种独居的。独居的，啊，搁有囡仔爱抚养是大人的，啊，来用这个活动，甲因揪出来，啊，甲因带来卖场，啊，来细细的买一寡因所需要的物件。除了买平常时咧用的卫生纸、盐、起膏等等，也有士大平常时就足爱花。伊讲买家己介意的物件，互家己欢喜，心情就会变较好。喜欢的话就自己买。老人福利关怀协会表示，即届伫咧实际办即个活动是第1场，未来也会伫咧北部、中部、南部陆续来办，拍算陪伴1,000个老人出门行行咧，互因感受到人甲人之间的温暖。记者陈阿选柯秉哲新北报道。新地德东有一位柯秋惠女士，伊的前翁甲大汉后生真侪年前，因为一种罕见疾病——亨廷顿步道症来过身。想袂到，伫7年前拄做警察的第2后生，也渐渐破病出现同款的镜头。伊用乐观的意志担起照顾责任，今年伊也得到模范母亲的肯定。谢谢老板娘。这块也很好吃啊！伫8点头前，就征招好每一个来买猪肉的人客。头家娘柯秋惠，无论透风落雨，逐工拢爱开店做生意，因为伫遮赚的每一仙钱，拢是照顾后生的救命钱。你现在是天使喽，对不对？啊，对呀，爱你哦，爱你，对。转来厝内替因囝翻身，摸起哩轮椅。柯秋惠的前翁甲大汉后生，拢因为得到罕见病症，无药通医。迄当时，伊靠着家己一个人饲一家伙仔，把陪因行完最后的人生，为家庭的付出，互伊得到今年的新德冠模范母亲。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这是我最痛的一个决定，我就是不救他。我让他走，我说我救你的话，也是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你那么痛苦，与其你现在我放你走，我放手。无想到7年前命运却来创治，才拄做警察的第2个后生，
目开始出现同款的病症，柯秋辉一人搁再担起照顾的责任。哪会好？想也知道不会好。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知道，因为我经历过孩子们的老大也是这样子过来，所以我很清楚他绝对不会好。天上的月亮、太阳可以摘下来的话，我也愿意给他。生病过后就是这样，一直去医院，一直看不没办法好。他的妈妈就这样一直照顾，一直照顾。柯秋辉的故事感动真侪人，摕到心血管模范母亲奖是对伊的肯定。在命运面头前，伊无放弃，妈妈对囡仔的爱，互伊面对困难也会当勇敢面对。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有农民投诉讲，这台中南屯的老厝溪圳沟，对清明连假进前就开始出现垃圾米啊，溪水是变甲真落。这溪水唔那乌骨臭，也阁有浮游伫咧顶头。农民也烦恼讲，这田就爱阴田，这稻啊会恐惊受污染。环保局表示，第一时间有去应变，初步掌握到这污染源是水头的轿车修理厂。市府也讲会赶紧完成下水道的整治，也会将监控设备依法来开发。讲到这魔鬼海参伫咧全世界选乌单已经造成严重的危害咯。有专家表示讲，这魔鬼海参伫咧东沙环岛的这个国家公园大爆发，一直食石选乌，就算有防治，这数量依然是真侪，所以政府就要投入更较侪资源来处理。激光海参规世界生态吸伫咧石选乌面顶，每一只拢是40公分以上。创水人员一手注错酸，一手摕钩仔要甲移除。去年开始，内政部就找志工来斗清。不过，单位东山宽大转来的选乌学者戴明书表示，这激光海参脱壳的情形是比以想的更较严重。清楚都比这个预估都代表什么？我们已经超乎预期。那现在我们的东沙的热带雨林正在失火了。地平署公布上新的相片，讲这激光海参过境的所在，山路差不多拢去互食了了，敢若剩骨头。目前监测东山宽大的南部，这海参分布超过10公里长，海底敢若会当用青惨来形容，底起来是真恶福源。关岛1969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以前。地平署表示，虽然一直拢有咧处理，不过这个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会当面对的。应该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这个防治小组行政院下，特别是要政务委员这个等级来，因为这个已经关系到拓展开来，变成全国性的事情。这激光海参若是去防注错酸，就会烂去。根据关岛的经验，这激光海参的问题若是无去处理，伊2年半就会当甲活的选乌全部食掉。地平署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想办法。目前除了垦丁甲绿岛，连家人嘛看会到。国家公园署是表示，去年就已经有组成应变小组来处理，这2年外来是已经移除要5万只，会阁继续拍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主要的洲仔蓝马地是国家级的蓝马地，今年4月到9月是做保育类的连角鸟生团的季节。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讲，这连角鸟呢是真少数由港的来捕卵带囝的鸟仔，声遮侪人来遮观赏。长长的乌石尾溜，颔棍遐有一搭野白的黄毛。去年伫走行的洲仔蓝马地记录到的连角鸟捕卵正珍贵的画面。这当年对4月开始，就线线有连角鸟飞来做收生卵，上济时会当看到10多只。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讲，因为换毛换虎的连角鸟公母生甲真相共，若是要分公母，看啥人在捕卵带鸟仔囝就知。因为连角鸟是少数由鸟公来捕卵的鸟仔。其实水雉它公母长得都差不多，都会跟那个我们的学员讲说，那如果你要辨认的话，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假设说你很幸运的看到它旁边正好有带小宝宝的话，那因为在水雉的世界里面负责带宝宝的是爸爸，所以它就比较高的几率就会是公的水雉。面积9公顷外的洲仔蓝马地原地是一地灌溉池塘。公园处对民国91年开始，甲联盟合作，保留蓝马地原本的地貌，打造适合连角鸟生活的环境。这20多年来，上济要记录到10收的鸟仔收，孵出16只的鸟仔囝，福育的成果真好。97年就封列做国家级的蓝马地。洲仔湿地不仅提供市民近距离观赏自然的空间，也是湿地保育与生态教育的重要据点。
展现都市与自然共存的可能。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表示，今年可能是因为林角鸟拄换毛，甲大也无看到林角鸟做的收，嘛有可能是适合做收的印度荇菜叶啊也无够多。目前联盟也持续观察当中。记者郭家如邱兆阳、高永昌报道。各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3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